直辖市议员的选举虽然是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来主管，不过如果选举区若要变更，必须要伫个选举前一天来发布公告。对此，市选委会伫个日前针对现行的选举区划分意见来征询，因为有议员认为无够充分表达，对此要求民政局针对议员选区的划分提出分析加专案报告。民政局认为，扩大选举区不但有适处增加，会用个提高女性参政加素人加小政党的参选空间。不过，这位议员却持无同的意见。民间单位的直接，民意代表是一个沟通、交市政建议的桥梁，服务选民，服务电影建设的立场。以这个立场总之来划分选区的时阵，较理想。第一，作为历史文化，人种咱的人文也好，农产也好，都无同款的，你要来合作伙。因为选区太大，不利服务；因为选区太大，选民的即时服务会影响服务的品质。这么重要的影响层面。今天不是说我们希望恢复小选区，是因为我们怕选举，不是这个原因，是因为范围太大。每一个人选举其实都是靠自己的实力哦，其实并不是所以我就一直把它导向说，你这样的选区啊，对于什么妇女的参政有帮助等等，我觉得这个只是结果论来讲，其实一点点都不合理哦。所有的女性都是靠着自己的实力，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妇女保障名额来当选哦，所以我觉得。整个选区的划分，还有就是你得到这个结果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可能充其量只是一个形式性的一个争取吧。我们用拆分，好像变大的选区适合小党，变小选区不适合大党，我觉得这个有点怪，所以我是希望学长可以给我们一个比较明确的，你们怎么做出这样的归纳？选区划分大一点，比较可以让小党还有政治素人可以发挥了这个，让选民有多重的这个选择啦。除了政府甲民意代表的声音无同，因为行政划分法还未通过，侪选举区甲行政区并无一致，加上扩大选举区增加适处，或者是妇女的保障名额，这位议员并无认同。会中也是有人建议恢复小选区，等待行政区域重新划分，再过来做调整。对此，民政局回应，会纳入各界无同的意见甲声音。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。